右边那个成熟的百香果，你看那个像肚脐眼的记号，那个就是小颗的时候被那个烘，其实不是旁啊，不是烘啊，是果蝇啊，叮咬了以后有那个记号，你看这大了以后变像肚脐眼，里面看到里面。里面那个颜色还好，不是花莓，也没有花莓啊。叮过的位置你看，也没有花莓啊。那个百香果很香，好好吃啊。要吃以前先念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，可以念3次啊。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，供养佛法僧三宝。你看，成熟的变红了，变黑，然后变紫变黑，也有那个黄色表皮的。左边那个是还没有成熟了，那个傍晚的时候啊，那个百香果都有用绿色的袋子、绿色的网袋包着。那傍晚的时候，可能是侧面看了，又加上绿色的网，也造成看起来是已经变黑了。然后摘下来近看，发现摘错了，还是绿色的嘞，摘错了，还没有成熟就摘了。你看那个表皮有一粒一粒的，好像那个生粒啊，你看，好像那个皮肤有那个长痘痘那个生粒啊呢。你看右边那个是继续成长长大以后变像肚脐眼了。左边是那个小颗的时候那个皮肤坏掉那种状况，表皮坏掉那种状况。所以要包网子啊，包绿色网子，至少那个保护那个外相啊，将来卖相才会好看呢。你看这被叮了，你看还是可以吃的，里面没有花莓，没有变黑，没有花莓。成熟的种子啊，是黑色的。左边那个有一种叫满天星的，好大颗，比右边那个还要大颗它竟然掉果了，掉果可能一天就变皱皱的了，缩水了。请问人家说可能是缺营养、缺养分了，天气太热还是缺养分？太久没有施肥，可以用43号肥料，水果肥料呢。再来领悟说，强摘的果实不甜了，还没有等到它成熟的话，吃起来是不甜的了。右边的算成熟了，好香哦，真的很香啊！用汤匙挖起来吃，好香，连那个籽都要吞下去哦，好香啊！你用那个种子也可以培育幼苗呢。现在右边那个百香果那个就是用种子培育幼苗百香果那么贵，有时候1斤100多块，那么贵，怎么用那个种子来培育幼苗？就是有人买回来很快就那个表皮就皱掉了，然后可能就产生那个有伤口还是什么，然后花莓了。通常都从那个地头那边开始花莓烂掉。如果花莓烂掉，剥开那个一掀开里面是黑色的，味道也都不甜了。花莓就不能吃了，像木瓜那个花莓都不能吃。不然半夜说希望救护车赶快再去急诊那这样就很辛苦了。病从口入，要吃新鲜的，吃那个没有花莓的，没有毒的。有的植物连那个摸都不能摸呢，有的植物夹竹桃还是什么，咬人猫还是那个曼陀罗还是什么有毒的植物，连碰都不能碰呢，碰了可能就会红肿或烂掉了。有一种虫叫隐翅虫呢，隐翅虫如果
去田里工作，像那个番薯啦，番薯有的放久了有一个洞一个洞，从里面跑出来的虫，可能就是隐翅虫呢。隐翅虫呢，你随便用手去碰它，去抓它，碰到皮肤就中毒了。有的皮肤会溃烂呢，蜂窝性组织炎呢，蜂窝性组织炎呢，就很严重了。哎呀，小心小心，要领悟一下啊！强摘的果实不甜啊。左边那个是误摘的，在傍晚的时候看不清楚颜色，还以为它是黑色的，想把它摘下来，摘错了，还是绿色的嘞。绿色的哈，要挖下去那个种子是白色的，而且不会甜。但是这个是不是可以切来炒菜或者是煮汤来吃啊？还没有研究过，网络上还没有看过。百香果成熟了可以吃，那个你看那个种子啊，那个汤啊，那个汁液啊，汁啊，那个叫果汁啊，好香啊！也丰富了维他命。百香果，这个叫西环莲那个花很漂亮，像皇冠，皇冠。然后有那个迷你型的野百香果，果实大概像大拇指头那么大，它那小颗的时候是像这样绿色的上面有须须，有时候叫龙须果，又叫龙珠果。它的成熟以后变黄色、金黄色的。百香果也有表皮是成熟要变金黄色的，这个是红色，红的花籽，然后籽变黑，不要等到变黑了哈，这样像这样红红的最新鲜的哈。要记得哦，强摘的果实不甜啊，要宽心静养，等待时间到啊。古人说啊，桃摘3日起生桃啊，生了桃子。学到3日起有池里的起啊，起成道啊。宽心静养待时到啊，要有时节因缘呢，要宽心静养，等待时间到啊，是要假以时日啊，然后根深叶茂，长成果，根深叶茂结成果。那个是从桃子来隐喻那个修道。那个百香果用那个种子去培育，种子是怎么来的？如果买百香果回来放太久了，黑掉了，花苗烂掉了，不要丢掉呢，拿去买就可以长出很多百香果的幼苗。但是随便种的可能没有注意浇水，就长得不好，失败率很大。如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上下2个盆子，上面的盆子放种子，下面的盆子就是接水，当然都有土啊，从上面浇水，然后流到下面的盆子储存水。盆子通常底部当然都有洞还要2个盆子，以备将来长大颗了以后还有土要够多一点。如果不是2个盆子大颗了以后上面要加围，有的用木板不能弯，用那个什么厨房排油烟机，用那个管子那个铝的管子好大的，剪开来，然后绕一圈，环绕一圈，用订书机把它订牢靠，然后加土，栽培果树也都可以用这样栽培榕树也有用这样的。庙里面镇南殿的栽培榕树也是用这样的，可以往上加一圈围起来，然后加土，或者是一开始就2个盆子这叫一阴一阳之谓道栽培法。上面的是阳，下面的是阴，上面的晒太阳晒得到，浇水，然后水流到渗透到下面那一盆存起来，下面那一盆也比较阴暗，就是
没有被阳光遮到，让它比较有湿气，让它植物哦，这个成长环境才会好。要就一阴一阳之谓，道培育法。